男人如往常一样醒来，却拥有了超能力，可以预知小强的行动轨迹，一击毙命。First blood。还可以准确预知邻居的出门时间，主动去打招呼；同样也能预知他人的进门时间，主动为其开门。与女友在一起，不用对方开口，他就可以事先知道对方的需求。不过他即便是能预知未来，却改变不了自己被绿的事实。女友另结新欢，和他提出了分手，可他早已买了求婚戒指，还准备给女友一个惊喜呢。那他又是为什么能预知未来呢？原来他每次死亡都能在浴室里复活。同样的脚本他已经历了数十次。站在桥上看风景会被路灯电死，走在街上会被大龄剩女当橙色狼用防狼喷雾辣死，就连骑单车也会被汽车撞死。而他每次复活都要经历一次求婚不成反被绿的痛苦折磨，可一次普通的电梯事故令他循环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。电梯突然失控，大家都惊慌不已，唯独他和一旁的纳迪亚冷静地面对。Hey man, didn't you get the news? We're about to die. It doesn't matter, I die all the time. 纳迪亚做梦也没想到还有其他人和自己的命运一样，于是变得无比兴奋。可艾伦却根本没有体会到兴奋点在哪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见女友，体会着被虐的痛苦快感。而纳迪亚却按照之前的记忆找到了艾伦购买求婚戒指的店铺，通过网上的评价成功锁定了对方的信息。可艾伦刚被拒绝，心情沮丧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下次复活换什么方式求婚才不会被拒绝呢？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，总有一天会打动女友。纳迪亚却觉得对方都已经绿了你，不如把打动换成打击，反正很快就会重置，何不让自己舒爽的活着？有道理。首先，艾伦去找绿了自己的那个渣男，痛快地教训了他一顿。随后，纳迪亚又和他去找了女友。不过，艾伦见到女友后又变回那个温顺的小猫，听着对方义正言辞的谎话，默不作声。暴脾气的纳迪亚听不下去了，选择替这个傻子出一次头。即便是被绿了，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。You think you can do better. It's interesting. Because I actually think that Alan over here is way out of your league. No one... Who is this woman? Are we done here? 虽然艾伦只是微微一笑，但内心却是无比的认同和舒心。临走前，纳迪亚还不忘把握最后的时间，利用嘴炮向对方继续的输出。经过这件事，艾伦和纳迪亚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。艾伦觉得他们应该尽快解除死亡轮回，可话音刚落，上空的冰箱掉下，不偏不倚砸向他俩。不过这次复活似乎没有重置，艾伦之前丢掉的戒指真的不见了，而复活的纳迪亚发现洗手间的镜子也没了，并且超市里的水果也都已经腐烂，但切开里面却又是新鲜饱满的。